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第二届弹劾案以204张同意票比85票通过，总统暂时停权，就等宪法法院决定罢免也是驳回。人气团教育愈换是愈寒，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发布甘麦色灯号，提醒民众要注意有10度甚至要高较低的低温。阿里山列车弄到一个总入轨道区翕相的游客，加在患者是无性命危险，也毋过已经涉犯铁路法，可能会吃罚单。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2月14日的暗新闻，我是麦尚英。国际的大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南韩总统尹锡悦第二届的弹劾案。今仔日下晡是以204张同意票比85票来通过，意思就是讲，伫南韩的国会内底是有12个执政党的人来投同意票。这个结果，一个出来的国会外口民众拢真欢喜。因为今嘛尹锡悦已经暂时停权，就等宪法的法院来决定罢免，也是驳回来。看公视记者伫现场掌握的最新的状况。好的，各位观众晚安。南韩123戒严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满11天，继上周执政党国民力量以集体缺席的方式让国会弹劾表决流会后，一周以来民意的愤怒持续上升。在刚才举行的第2次弹劾表决中，国会终于以204票赞成与85票反对通过对尹锡悦总统的弹劾。这个数字显示，有12名国民力量的议员在本次弹劾中投下赞成票。而弹劾结果一出炉，聚集在首尔国会议事堂前参与集会的民众都欢欣鼓舞。我们也立刻访问到现场民众的心声与感想，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说法。고등학생이라서 완전 겪어보지도 못했고 약간 서울은 맨날 영화에서 보는 일이라서 완전 놀랍기도 하고 당연히 이렇게 돼야 된다는 일이라고 생각을 하고 정당하게 이렇게 책임을 졌으면 좋겠다는 생각입니다. 국힘이 이제 지난주에 했는데 한 주 동안 미뤄서 겨우겨우 이제 몇 사람 찬성표를 낸 것 같아서 그나마 다행이긴 한데. 好，在民众感到兴奋的同时，刚才南韩国会议长宇元直已经在弹劾议决书上面签字，待会送到这个龙山总统府后，就会正式宣告尹总统终止总统的职务，并交由国务总理韩德洙来代理。韩总理在刚才也表示，对总统遭到弹劾感到心情沉重，但是会尽力的让国政安定营运。而在得知弹劾后，尹总统本人刚才也发表了对国民谈话，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回应。 저는 결코 포기하지 않겠습니다. 저를 향한 질책, 격려와 성원을 모두 마음에 품고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가를 위해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好，其实尹总统至今仍然坚持上周发布的戒严是合理与正当的，目的是要这个在野阵营对政府人士的任命与杯葛，还有这个预算删减，对这些行为做出反制与警告。但是不仅特种部队出动至国会，目前警方和军方都有复述证词显示，尹总统发布戒严后要求逮捕朝野的政治人物与法界人士，已经引发舆论哗然。而且到今天为止，军警界已经有5人参与戒严的人士被逮捕或收押。至今，这个被终止权限的尹总统，在往后也得接受这个调查哦。警方在昨天也表示，正在考虑对尹总统发布逮捕令。而国会今天成功弹劾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第2关，由宪法裁判所展开审理。依据规定，宪法裁判所9名法官至少要有7人以上参加表决，6人以上赞成，才能够正式的把尹总统罢免掉。 但目前宪法裁判所有3名法官任期届满而出现空缺，所以接下来南韩朝野必须要协商与提名出新的人选，交由代理总统职权的韩总理来任命，才能够决定尹总统的命运。目前看起来，从这个接收议决案到这个任命宪法裁判所的法官，到审理与做出决定，最快明年3月，最晚呢明年5月才能够得出结果。这是在现场今天的最新进展，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彭内。
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天气愈来愈寒。今仔日大陆冷气团热南透早呢，平地上低温是伫新北市的石碇，干那9度6玉山的气象站甚至阁测到0度以下的低温，而且呢是开始来落霜。提醒民众，这今仔日天气是愈换会愈寒。气象署针对新北、桃园、新竹甲苗栗，来发布非常寒的甘仔色灯号，提醒民众要注意有10度甚至还阁较低的低温。一只玉山气象站，互云雾搭调的，明显当看到树顶已经盖白白一层，出现霜阁有雾凇。大陆冷气团礼拜六南下，互部分地区急冻。不过，关山地区虽然温度有够低，但水汽较无够。气象署表示，要看后礼拜一敢有落雪机会。那降雪的话，就还是要碰一点点运气。主要降雪机会都还是以礼拜一这段时间，可能礼拜天入夜到礼拜一清晨，然后中西半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一点点降雪的机会。雾凇的这个情形可能有机会啊，那落雪这个看起来水汽感觉无啥够。冷气团发威，礼拜六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北市的石碇，会知6点43分低温来到9.6度，比外岛搁较寒，低过马祖南竿的9.7度。苗栗新竹嘛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不过气温会搁下探，估计礼拜六日暝到礼拜日的透早会上寒。北部可能在这一波冷气团最低的温度会是在11度到14度左右，空旷地区可能也会有再低个1到2度，其他地方早晚的温度大约是在13到12度到15度左右。苗栗以北较空僻的所在这个温度可能差不多7度到9度左右。咱若讲台北市台北站来讲咱的这个温度可能12到13度啦。气象署指出，后礼拜一日时开始，冷气团会减弱，不过温度的回升有限。接下来东北季风又搁增强，会一路影响到礼拜5。期间回温的情形并不明显，全台湾是偏寒的。记者林静梅、彭俊怀台北报道。双城论坛12月17就要伫台北来举办上海先遣团，即马已经陆续来到位。今仔日下晡呢，因是先去到台北的大巨蛋来参访。针对这届上海市台办主任等人审核无通过，所以未当来台湾的事件，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来批评，这就是伤害两岸信任感的行为。那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伊是希望讲台北市府就要趁双城论坛来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一行人对上山机场入境大厅行出来，双城论坛的上海第2批先遣团总共16人，14到台湾。后一批先遣团包含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晓东是13就先到台北，伊讲先去公主博爱园区，14下晡则到台北大巨蛋参访。车道附近拢有真侪警察，白色的大车随后开起来。先遣团是对地下室上车离开大巨蛋。因为甲李晓东较早就熟悉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前一暗就先设宴会来欢迎。台湾的菜色还喜欢吗，副主任？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一道菜？小心，都非常好。这摆上海团来台湾名单陆委会审核了后，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对华媒体记者团无都来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是伤害两岸和信，央国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对台北市府发话，爱就由双城论坛表达保障台湾人民到对华人身安全的心声。民进党跟陆委会制造了这么多的这些小动作，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阻碍两岸的交流，绝对是伤害两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互信。台北市政府也能够就这个交流的平台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也为这些自由受到强害的一贯道的台湾人士，应当向中国来抗议。上海市副市长华元16日率组团到台湾，警方已经掌握有来欢迎的、有来抗议的情报资料，会维持意见表达区，和双方各自来表达。不过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闪着16款台上海团的宴会是毋是法度出席？副市长林玉华讲，这也是按照原来安排。那双城论坛17伫台北来举行，结束了后，上海团会伫长江的暗时离开台湾。记者宋华报道。
中国国台办有证实3个台湾一贯道的发生的涉犯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伫个广东互人甲抓起来啊！这陆委会是要求赶紧放人，也那海基会是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当趁双声论坛来提起这件代志。也毋过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伊是回应讲，这个双声论坛是交流的平台，但都是海基会爱发挥沟通的功能。一贯道主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教到全世界真侪国家，伫中国也有信众。不过最近传出3名台湾一贯道的道亲伫中国轰掠，今年2个月，中国国台办13证实3个人是涉嫌犯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轰掠。国人都应该认清楚，在中共体制下，宗教只是统战或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宗教自由这回事。到大陆去，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这2年就是呼吁大家避开前往大陆发展。陆委会呼吁对方赶紧把人放倒来台湾。其实去年底就捌发生过一贯道的信众入境中国，互指控掠旅游做名，散布并且发展一贯道的组织，互中国扣留精神真侪天。因为这届中国证实的时间点，拄好伫双声论坛前，海基会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当伫双声论坛期间，甲中国讲到这件代志。期待海基会应该赶快扮演他应该要有的角色哦，赶快去跟对岸去做相关的沟通。那大家都知道，双城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市政平台。在难得的这种对话沟通的管道当中，我们应该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或者是不管相关政府单位，应该适时的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台湾民众附中的这种安全保障的要求。学者认为讲，海基会进行着主动要求中国说明3个人轰掠的状况，国台办选伫这个时间点回应，可能甲双声论坛无关系，颠倒显示中国唔愿意两岸交流，搁加添障碍。不过也提醒国人去中国要注意相关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一张意外的消息，这是今仔日早起有一台对嘉义开去到阿里山的列车，伫经过第一观景台附近的时阵，去弄到一个中立轨道区翕相的查某游客，所以规班车全延前1点钟，拢总有62个人受到影响。加在迄当阵，这车顶是拄好有人捌医疗技术，所以就先甲患者处理空喙，人是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林体甲文资处表示讲，这个查某游客总入去轨道区来翕相，是涉嫌违反铁路法，会请警政单位来甲开罚。拜六早起，一台对嘉义开往阿里山的电击列车驶伫铁基路顶面，列车长却是一直起喇叭来警示，因为边后袂少翕相游客。经过25公里330公尺所在，第一观景台附近弄到一个走入去铁基路内的女游客，发现有违规民众进入轨道区，经列车鸣笛示警，仍与一名拍照游客发生擦撞，造成民众左脚受伤。列车当时赶紧动车，不过也是闪无过，有甲弄到57岁女游客倒脚受伤。当时法令官卫生局长朱家雄也伫列车顶面协助甲空嘴包起来指挥。有一名女性患者，年约57岁，不慎遭小火车擦撞，造成肢体外伤，意识清楚。到场前已有善心人士替患者包扎固定。女游客人清醒，是倒脚受伤，列车开到中老寮车站，由救护车送病院，造成列车延误大约60分钟，62名乘客受影响。林体甲文资处初步调查是游客违规走入去铁基路内底翕相，互列车第30个车厢边仔去弄到，涉嫌违反铁路法，会请警政单位罚1万到5万的罚款。游客他要退的时候，其实他后面还是有一些石头的风险在旁边呐，那其实他就很容易错失一些躲避的一些条件呐。专家建议林铁伫观景台甲周边来加强警示标志，也使伫车票顶面来提醒，要注意铁路安全，也是规划其他代替路线，引导游客离开铁路的所在。也认为游客若是口风袂听，也使考虑增加罚则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左营站附近有一搭工地外口的人行道崩塌，连这电轨条都拢歪去。这厝边反映讲，其实伫施工了后，厝里的涂骹这必顺就变较大坑，而且阁有悬架差。市政府表示讲咧，这工地的连续壁受破去，毋才会造成车路去崩落，即马已经要求停工，赶紧补强。12月13号闭城下线。本来平路面明显崩去，林路的建案壁下骹毛必顺，崩去的状况一路延伸，大约有300平方公尺左右的面积。
倒伫路顶电报条歪去，加载无人受伤。代志发生伫个13号暗时，拜六在市政网现场已经用篷布盖起来。民警徛好反映，建案时间以来，处理的笔顺是愈来愈大，有关价差，反而影响大的安全。感觉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那个生活品质。当然，我们的地上你看，你可以照一下，越看越大条了，可能是它们一直震动，变成我这边也变成严重，越来越严重。对啊。烦恼，你要厝倒变哪大？会惊呢？跟起安尼悬。政府表示，建案是拜五下晡2点发现林站前南路边连线壁下骹10公尺到12公尺这个所在破损，造成邻近路面放弃，规暝灌浆已经无持续帮拖的状况。大概是昨天下午大概2点左右那建商在开挖阶段中有发现那个有进沙的问题那初步判断是应该是连续壁制作过程有包泥的问题。建筑施工会甲土木技术工会代表到现场来看，因破放弃的状况已经稳定。市府要求承责人要停工，而且紧急来施做着连线壁、外积水灌浆，以防离厝的灾害，而且要监测，嘛已经启动着相关的应变，有专人伫改善期间留守。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这呢有一间私人的病院，伫当地时间12月12日暗时发生火灾，上无有6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另外呢，就算讲即摆已经是寒人啊，也毋过为着权益来抗议一党的农民，也是继续伫首都外围咧抗争，呼吁政府要守信用来保障农民的福利。病院1楼的火烧甲真旺，消防人员赶紧提水拍火。12日暗时，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一间伫丁迪古尔奇区的私人病院地面站的接待区，着火烧起来，火烧到其他楼。警方表示，至少6个人死亡，各有10多人受伤。原来死亡的6个人拢是伫电梯内底互找到。法新社报道讲，这已经是印度今年第3桩病院的火灾案，前2桩造成16个拄出事的婴仔死去。病院火灾一直发生，印度农民抗议犹原无冻点。对各地来到首都西比抗议的农民，伫旁遮普邦的边界大步平。天气正寒，因踮伫用防水布盖起来农用卡车内底，低温互老人真痛苦。不过农民讲，政府还因无选择。अभी 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आती है लेकिन क्या करें हमारी मजबूरी है आंदोलन करना ये हमारे को करना पड़ेगा जब तक हमारी मांगे नहीं मानी जाती बिल्कुल आंदोलन करें हम。这几天忍受国家4时阵的考验，顶礼拜煞因为想要下过路障，冲入去首都，互印度的警方一直射催泪弹来阻挡。抗议已经1年，农民不满政府唔提悬农产品收购的绩效，也唔保证政府的减免，因讲拼死也要争取权益。यही हमारा निर्णय है भी देश के किसान मजदूर के लिए किसी तरह के बलिदान के लिए हम लोग तैयार हैं। 因为自今年2月以来，这个用南去德里做口号的农民抗议行动，互警方封锁伫首都之外。不过农民唔退，守伫当地，继续呼吁印度政府要实现互农民收入加倍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日头火学运到今已经满10冬啊！即摆呢有一阵青鸟世代少年人去收集迄当阵去参加学运的人所用到的物件，亲像是签单，也是即个学生包车的车票等等，来办一场特别的展览。希望大家千万唔通袂记得台湾走向民主的每一个阶段。这箱一来签图啊，看起来真普通，煞互人藏伫咧玻璃柜仔内底。详细看报纸的内容，伫2014年3月10日，日头火学运冲入去立法院迄天，就是靠这箱签图啊，掺一台 iPad， 伫媒体还未到位之前，就先伫第一时间，甲立法院的状况以直播的方式放送予全国的人民知影。在第一时间让异常的状况直播出去的这双拖鞋，那这样的一个拖鞋，它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身体感，或是去感受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场展览叫做318运动10年回顾，是一群毋捌参与过日头火学运的学生，伫咧大汉了后接受到青鸟行动，开始对民主自由、国家认同有真深的想法，慢慢了解，才发现讲原来10年前，嘛有一群大学生为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反对立法院乌收作业，冲入去立法院抗争，为着要互青鸟世代了解这段历史，因才会举办这场展览。到318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危机感很强烈。可是，身为一个经历过野百合的人，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无望了。恰好就是台湾已经民主化20几年，好像我们遗忘了
曾经的威权统治有多么的可怕。裴玲玉家己经历过亚庇学学运，10年前嘛见证过日头花学运，伊嘛真认同这群青鸟世代学生用展览来提起大家，不管是伫咧倒一个世代，拢爱时时刻刻守护台湾的民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新店动物园到今年已经满88岁啊！今仔日呢是特别来招大人加囡仔做伙来为动物园做生日。除了设计会当互动物耍的佚佗物仔，也邀请到动保单位来推广保育知识。利用纸板、锁啊各种的材料，替动物设计佚佗物仔。过程中若需要动头壳，佮爱大人甲囡仔合作完成。来参加活动的民众感觉新鲜，够教育意义。像这一次的话，是它的动物行为化，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去了解说，其实动物它不是像就是我们看到在动物园，它只是在那个笼子里面这样子，然后它其实需要一些玩具去启发一些它原本的个性的一面的。可以让小朋友去知道每个动物的习性跟特性，然后可以去针对他们的习性跟特性啊，然后喜好去设计动物们的游具，我觉得很有意义。新竹市立动物园庆祝88岁生日，拜六特别举办亲子创意比赛，招大家做伙利用适合工具来帮动物园内面的动物打造属于因的佚佗物仔。来丰富动物的生活环境。为动物做玩具，其实我们保育员都会先仔细检查过，做的玩具到底有没有符合安全性，然后还有没有符合动物的习性。那做这个玩具主要是让动物能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然后在展场的时候又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玩，体验不一样的东西，让它的行为比较自然，那对动物的身心都会有帮助。园方除了特别传鸡卵糕来庆祝生日，另外也邀请保育团体伫现场推广生态保育观念，让新竹动物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88岁生日。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2002年，台湾加入 WPO 了后呢，这政府就甲分酒公卖制度甲废除，所以民间也开始出现戒酒的文化。真侪爱啉白阿比路的人，就开始来研究安怎用在地的原料做出有台湾味的白阿酒。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帮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群人是安怎结出有台湾风味的白阿酒。较早伫台湾结酒，拢是家己伫厝里结较济，真少有所在咧教。陈家宏就是安尼一步一脚印，10几年来透过网络家己学，精进伊结酒的技术。虽然伊已经是酒厂重要的成员之一，不过伊还是有一个还未完成的梦想。做米的原料4种，加1种是台湾的，迄种是啥物？水、酵母啊、啤酒花啊、甲梅啊，拢是进口的。关岭，你要开大一点，压力太大了。应该可以了。但是有一天会使用台湾的原料来做这件事情，做出秘鲁喝啉的秘鲁，那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为了以本土的原料来结秘鲁，中兴大学的林宣佑老师，甲伊伫美国学的系统引进台湾。2年前，伊开始伫南投仁爱乡的山区试种秘鲁花，希望会当伫在地生产这种重要结酒的原料。为台湾手工秘鲁的产业开创新的可能性。因为我最爱啉秘鲁，我感觉台湾也有一罐家己的秘鲁，所有的原料拢是台湾本土产的，我会感觉这足赞的。然后我就想讲，我伫美国的时阵，我的老师就有咧做这秘鲁的花的研究，我就决定把这套系统呢再来台湾。在地酒厂伫当地举办秘鲁节，这是酒厂的头家蔡孝伟伊人生的愿望之一。就算面临真侪困难，也要是坚持连结在地，希望甲当地文化、甲手工秘鲁的产业会当牵绊做伙。客群聚集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办下去，因为我希望说可以诞生出一个指标性的南投啤酒节。就算手工秘鲁的产业也有真侪市场甲法规的挑战。这群结酒的人要是拍拼为这个产业开拓更较侪发展的空间，应该当地特色甲结酒的技术结合，推动台湾手工秘鲁的成长甲多元化。记者洪兆生、吴一修综合报道。
冷气团落南提醒大家，在今仔日的愈晚时会愈寒，新北、桃园、新竹甲苗栗目前已经发布柑仔色灯号的低温特报，可能是会降到10度，甚至还阁较低温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得爱注意健康，千万唔通感冒啊！要来明仔载这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是12度到20度，南部地区12度到23度，东部地区是14度到22度。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稍等下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一喝发现，惊为天人。